各位早晨，歡迎收睇晨早第一線。社民連今日會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推翻選管會要求立法會選舉參選人簽署確認書嘅規定。社民連批評確認書欠缺法理依據，亦有別過往做法，希望法庭釐清選管會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確認書嘅法理依據，能唔能夠要求佢簽候選人解釋政治立場。連鎖健身中心 California Fitness 所屬嘅 JV Fitness 日前宣布全線停業。工會指已向勞工處登記嘅約500名員工，合共被拖欠3000多萬元。工會引述臨時清盤人表示，最遲喺本個月底向未出糧嘅員工每人發放8000元，又會喺本週陸續安排員工及會員返公司取回存放喺儲物櫃嘅私人物品。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高空反氣旋持續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同時與一個低壓區相關嘅不穩定天氣正影響呂宋及其鄰近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天氣酷熱，氣溫介乎28至34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本週中期有驟雨。今次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再會。